向七九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初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本土疫情，咱国内昨昏新增加216个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市上济有91例。基隆甲台北的疫情即马嘛同款也真严重。基隆的小食店群聚案新增加34例，台中食喜酒的群聚案增加16例。指挥官陈时中嘛讲，照疫情的变化来看，即阵也毋是上严重的时阵。清明连假过后，敢会大爆发，爱看未来10天的发展。工作人员伫桃园各大卖场、甲餐厅等等的场所做消毒。新冠肺炎疫情野悬，初五新增加216例本土确诊，嘛是从去年6月12了后，本土确诊人数佫超过200。其中以新北市91例上济，过来是基隆甲台北，个案包括在台湾的12个县市。顶多是在一个高峰持平的情况，会不会再往上走，我不知道。几个地方它的收敛并没有在完全的收敛中，那有几条不明的感染链，所以说现在已达高峰，我不认为了。但是都认为讲，目前台湾的疫情还未到高峰，为全台湾重要的群聚案件来看。基隆小食店相关的案例是增加34例上济，也有新北三甲、中和社区、甲台中食喜酒群聚传出去等等的案例。另外，还有一寡招少个案，这感染源还佫爱调查。指挥中心公布，今年1月份至4月初4，本土病例是1846例，有5例是属于中重症的患者。当时新增加一个重症的患者，是一个60多岁女性，有糖尿病病史，捌做过3档疫苗 ，CT 值是14.7，不过无明显的肺炎或者是呼吸道的症状。目前有使用瑞德西韦甲伊做治疗，生命现象嘛算稳定。也若咱国内医疗量能的整备，专接甲负压病床也有6成会当使用。应变病院、甲急救接近病院的病床数量拢也有，而且看起来未来要隔离的天数也会变少，所以基本上能够承受的量能是远大于1000到1500。但是中表示，目前拍拼的方向也是轻重症分流。若是未来过一天有1500例确诊，就会启动伫厝邻隔离等等的措施。也若清明连假敢会造成疫情大爆发，但是中认为讲，爱以休假了后的10天正做观察期。记者综合报道。清明连假4日拢人丁，大家是较烦恼南来北往疫情大爆发。若连续休4天，今仔日恢复上班，真侪公家机关企业拢有要求员工登去上班之前爱先做快筛。若根据教育部上新的统计，疫情拖到学校过去一冬，境内加境外计共有1668学生去回调。目前嘛有99间学校受疫情影响停课。清明连假放4天，国内本土确诊病例逐天拢超过200例。桃园市政府下令市府所有员工甲警消开工进前强制做快筛。在假期期间，我们希望民众有到人口密集处，或者是有到人口比较多的这个旅游景点那收假的之前都能够做这个快筛。桃园强制所有员工爱做快筛，伫开工了第1个上班上课的日子，各县市的政策是，规人市也要求所有的公教人员全部拢爱做快筛。高雄市伫咧学校的部分，只要出现过确诊，恢复上课即天拢爱采检。台北市甲新北市虽然拢无强制，不过新北的公教人员无做过2期有风险，上班即天就要提出3天内快筛阴性证明。新北市政府跟一般企业，如果没有接种第2剂的员工，包括学校的教职员工，如果没有接种第2剂上班的所入，要提出3日内的快筛阴性证明。高雄市政府要求辖区内国营企业重要产线的员工，加高雄港区的工作人员，拢要有初5以后 PCR 或者是快筛阴性证明，才使入去厂区内面工作。开工的时候，或者是开学之后，那务必要来监测自身的健康，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假如请假，该请假就请假。国内真侪企业也提悬防疫规范，台湾大哥大宣布，初6到15，公司所有员工尽量伫咧厝内工作。若是业务需要的能力，而且做过2期或者是3期有风险的人，才当入去办公室。军创是自初6开始，依照工作的地点甲内容分组分流上班。另外，更是要求高雄厂的员工，若超过4天无入去厂区的人，就要无症状或者是采检阴性，才会当入去厂房。记者综合报道。
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开学正常上班上课啊，西半部加昨同款，拢是侪云到好天，高温有30度，也毋过东部会落地渐雨，而且愈晚雨水会愈高。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是转做东北风，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东部落雨机会会较悬淡薄啊，而且愈晚雨水会愈高。今日西半部加昨同款小落，也毋过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花莲，干那13度。今日日时的高温有30度。若今日伫外岛西半部到大部分会较低，嘛影响能见度。明仔载东北季风会小可增强，各地拢会转凉，嘛有雨水。也毋过拜五到后礼拜一会透偏东南风，各地阁会开予温暖舒适的天气。若菲律宾东边海面上，即阵有几若个低压的云系，上紧伫即个拜六礼拜有可能会发展做风台，也毋过即部分还阁需要观察。来看后个月5月份爱报税、爱纳所得税，也毋过物价起，政府嘛有减税，有3种资格民众毋免纳税，乡亲要报税进前爱研究的进足。刚毕业，所以我工作没有满1整年，所以就可以不用缴税。规年收入无到408000块，拄毕业工作的人达到综合所得税免税额标准，5个综合所得税减少1笔的支出。要即个已经工作3年，因为也未结婚，就算超过免税额，以5%的税率来计算，爱缴的所得税也无税。我们积聚也不高，所以对缴税其实对我们负担来说应该也是还好。简单来计算，今年主要缴税3到10群，未婚的单身族月给45000块，含1个月年终奖金，年收585000块来计算，扣掉免税额408,000块，适用5%的税率，今年应该缴8850块。若是双份薪水无子女的翁仔某，合计年收1372000块，应扣除免税额是816000块，适用的税率是12%。这个扣掉累进的差额，应该缴的所得税是28920块。也是一家四个人，翁仔某饲2个无满5岁子女，以家庭年收252万来计算，适用的免税额是1232000块，税率较悬是20%。这个扣除累进的差额，应该缴的是123000块。今年物价上涨得非常的严重，可是我们今年所要报的是110年去年的所以说它报税的各项的免税额、标准扣除额跟薪资特别扣除额跟去年是一样的。因为物价大起，财政部去年宣布，明年2023年5个报税免税额会搁再提悬，单身族调悬到423000块，双薪无囡仔的翁仔某免税额对816000块调悬到846000块。那饲2个囡仔免税额调悬到127万，而且免税额也可能连2年调升，有给年底公布。相关的免税额扣除额会不会调整？要到年底，我们会依照主计总处的资料再来做处理。这个适用的额度可以调整，要到后年报税的时候才用得到，这个时间落差可能高达2年以上。那其实没有办法及时的反应。学者认为免税额调悬袂赴，敢若因伫后年落实，时间差2年，建议立法院会使提案重新检视免税额，而且依法回溯，安尼才可度真正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咱年底有选举，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卢志强伊是伫面册正式宣布伊要参选桃园市长，嘛强调伊会参加国民党内的参选机制。因为顶日有风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专工敲电话爱卢志强去小等呢。若朱立伦昨昏参加活动的时，针对这件代志，伊无要回应。伫年底的9合一大选，国政党也伫咧开始传国县市长参选的名单。之前，和高雄地方电视叫伊去选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卢志强，伫行路西转到公投下票时阵，捌讲会慎重考虑。我需要更审慎的思考，也这样才会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一个决定啊。因此，再给我一点时间。咧传讲卢志强想要选桃园市长，本来初2早起要正式宣布，也毋过接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电话了，煞话停。朱立伦伫咧参加公开活动时阵讲，会遵照约束。未放话也未回应，因为卢志强伫咧初6透早，搁伫咧 FB 发大文，强调参选桃园市长提名机制决定甲意愿无改变，会尊重党中央最后的提名结果，并且宣布辞掉国民党副秘书长。国民党目前有14个执政县市，只敢剩7个外加就要选，是毋是会当继续执政？连选的名单也搁伫咧瞧。目前国民党已经确定提名的，包括台南市议员谢良介参选台南市长，新竹县长杨文科竞选连任。记者综合报道。
咱向前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2017年，总统蔡英文有提出青年教育甲就业考招欠钱方案。学生囡仔高中毕业会当先去趁钱，再去读大学。不过这5年来，敢若6204个学生参加，以高职的毕业生上济占9成，若高中的毕业生大约1成尔。专家是建议讲，应该重新思考这个政策，重新评估。来看《联合报》。桃园美福村课价加6户的优美物流中心顶一日导火烧，消防人员用21天的时间，才把美福村课的火拍花。这嘛就显出目前大型村课防火设备也有夜水系统不够的问题。这部分桃园市政府讲的建议修法。来看《自由时报》。欧盟伫去年有公布碳边境的调整机制，对2023年开始，业者爱申报出口的商品制造过程有偌济碳排放量，纳碳边境税。那按算讲，即马咱台湾大约有19间中小企业拢会受影响，爱互扣税。这工厂有的规模无啥大，真恶去算讲这碳排放是偌济。真侪业者对欧盟的这个新制度嘛是不傻傻，而且嘛真烦恼，希望政府会当斗相共。了解新北市伫昨昏是新增加91个本土病例，其中3级某1个老师，摊开的菌株感染各加40例。那台北的部分昨昏有新增加28例，南港、高港各加4例，也那关岛国小、国校嘛有2个学生囡仔确诊。目前台北市有19间学校停课，有万外的学生受影响。初六即要恢复上班上课，不过台北市南港、高港又有师生去画着，爱等到12才恢复教学。不过初五阁新增加3名学生，甲1个老师确诊。目前累计到现在，总共有13位确诊者。那包括有2个班，这个13位确诊者有11位学生，是分布在2个班级哈，另外有2位是老师。那全案经过疫调之后，已经匡列227人居家隔离。台北市初五新增加本土病例28例，互相收回除了南港、高港，也有台北所有百货公司特定案的互相收回案件。原本7个工作人员画着，新增加1个人客加1个工作人员，总计9例确诊。中正区某清洁公司有2个员工确诊，包列175人直属隔离，40人扩大采检。中山区某餐厅有传说，顾客1家6个人加1个员工确诊。新北市初五新增加91个本土病例，除了5个不是直属隔离的新增加案例，也伫调查感染源，其他拢是原有的感染链。其中中和社区互相收回新增加12例。三峡某国小科林教师案新增加40例，另外有1个跨县市的传染链，互新北市确诊人数初五新增加11例，总计达到14例。这是原本对1个家庭互相收回所传出去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新北市新增加病例增加，主要是加强暴力加检查人数所造成的，也向中央发话，希望定出特殊教学指引。那鼓励筛检出来以后都是轻症跟无症状确诊，我们就要有另外一个新的做法。所以中央赶快要研议，就是及早开放，让在宅照护能够变成我们这一场医疗量能不要受到排挤的最主要的依据。新北市官伫个假期结束进前，伫各个学校来消毒，未来学校一批改采线上来举行。学校场所外造就游戏器具未对外开放，希望降低卫生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疫情较严重的是伫基隆，基隆市伫昨下晡开始分快筛试剂予市民，真侪民众拢有去领，是希望讲体检了后会当安心。那昨昏基隆有新增加33个人确诊，内底有1个是针对全基隆的警察进行全面的体检所抓出来个案。摕健保卡来领快筛试剂，要早登记随家己快筛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因为基隆疫情炭烧，市府推动爱心体检计划，对象是伫基隆市细节也是住伫遮的18岁以上民众，1连5天分区发送快筛试剂。初五为仁爱区开始启动发放作业，像这个里民活动中心就有2个里干部发送。我要去桃捷啊，所以那个地方本来就比较风险比较高。出来拢领，拢替领，我们6个人。一个人出来带领的话，我们还是发给他这样子，发完为240剂，发完为止。市府依照各里人数的一成，发试剂予里办公室发放，希望民众领完赶紧体检。那中现阳性，也爱赶紧甲卫生单位联络。
之后领取之后，放在家里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了哈，因为它也有使用期限，所以还是希望民众领取之后，能够来进行筛检。仁爱区是人口密度相对最高的一个区块，希望可以找出社区的黑数，是一个很好的新模式。那今天发放首日，我想市民朋友认同度也蛮高的。基隆初五继续增加33人确诊，其中港地案有2例，托婴中心案有6例，航园相关案有4例，台北南港、高港相关的有2例。另外，甲金河小食店相关的有8例，也有1个感染源有待厘清。24834他自诉，那他是因为婆婆在开小吃店，那婆婆负责照顾的侄子在上个礼拜寄放在他家，那有流鼻水的一个症状所以他在怀疑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市府测试针对基隆市警局1139名警员，专员体检也验出1个确诊。林佑昌表示，确诊警员住伫新北三中部3月28 PCR 1采阴性，了后连续6摆快筛阴性，一直到这摆 PCR 2采才互验出阳性确诊。因为伊确诊之前无接触到确诊的同仁，怀疑可能是社区传染，已经通报新北市府厘清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超过4亿9千万例，死亡人数有超过617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81例，目前咱台湾即阵加强24866例。中国的病例无包括香港是超过15万例。日本超过678万例，韩国是超过14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81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已经超过2100万例，伫法国超过2600万例。乌克兰难民走去波兰，毋若食清生活问题爱安踏，刷出来也有专家探家就业的问题。公司采访团队伫波兰东部的城市罗布林有去采访，当地政府已经提出协助难民就业的计划啊，也毋过嘛发现讲，工课拢是开互查甫人较济，女性的难民要找头路较无简单。用英语也是波兰语点菜技巧，对伊来讲拢毋是问题。来自乌克兰的安娜，去年到波兰东部上大城市卢布林来读册工作，最近拄换一个更加满意的新工作。不过，伊的老母因为这个战争走过来就无遐尼好运咯。Мама не смогла найти работу. В первом это завод, ей отказали там из-за возраста. Второе это было кафе, ей даже отказали из-за незнания языка. 许多语言甲年龄的限制，找头路无顺利。安娜的老母拄到也是真侪乌克兰难民得到安置了后，要趁生活费时可能的问题。为了协助这难民，卢布林市府应用多年协助外国人就业的经验，真紧在3月初利用电脑顶面的表单，甲人力资源公司这民间组织来合作。假实网站整合公开超过1000个工作课，即阵找头路人大约700人，也不过介绍甲条件比有期是更加复杂。1600 ofert pracy, zdecydowana większość to są oferty dla mężczyzn. No i tutaj mamy, nie ukrywam, duże wyzwanie, żeby pomóc jak największej liczbie kobiet, bo kobiety przyjechały tutaj same albo z dziećmi. 这阵需要大部分是收入建筑工地者努力密集工作，主要是因为乌克兰男性回国参战，部分建设公司甚至出现落成人力无够情形。另外是技术性要找人的，亲像是停设设计师、护士等等。也若是服务业，嘛有语言加沟通这方面的能力。Szukamy osób, które komunikatywnie rozmawiają w języku polskim i w języku właśnie ukraińskim, aczkolwiek są też, które infolinie realizują tylko w języku ukraińskim. Wtedy potrzebujemy konkretnych dokumentów ze zgodą na pobyt i ze zgodą na podjęcie pracy w Polsce. 为了方便难民就业，波兰中央政府通过特别法免除工作许可，也是声明这物件。这间客户中心的业者在战争爆发了后，就加请23个乌克兰人。Dużo Ukraińców znaleźli tę pracę właśnie dużo też szuka, też nie będę kłamał, ale po trochu widzę, że naprawdę Polska nam pomaga dużo w tej sprawie.
根据官方的最新报告，战后到即阵有3万多名的乌克兰人找到头路封车，也过大部分是临时也是季节性的工作。不过，即阵对于户政号码的发放数字来看，未来会有至少60万名乌克兰人需要找头路。若是搁考虑露出条件配合，应该是真困难。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嘛，互国际社会咧关注中国的势力扩大。澳洲的国防部长就警告讲，中国可能伫204年后用武力拍咱台湾，所以澳洲政府即马要提早应变，因打算投入35亿澳币来进行武器升级的计划。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除了对欧洲国家造成威胁，也互印太地区提高警戒。澳洲国防部长杜登随后宣布，因应中国甲俄罗斯慢慢加大威胁。会加紧武器升级的计划，也讲中國有可能喺咧2040年代用武力攻打台灣。Look, I'm concerned about not just the next few years, but over the course of the next decade as well. There was a working assumption that an act of aggression by China toward Taiwan might take place in the 2040s. I think that timeline now has been dramatically compressed.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去年所公布的全球趨勢報告，也捌提出同款的警告。為了要加大澳洲對潛在對手的威脅力，會用35億澳幣，差不多代表770億，加戰鬥機加軍艦增升飛彈的計劃提前到2024年完成。We're also very worried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the Indo-Pacific, and this is about Australia being prepared and making sure that we can stare down any active bullying against our country. 澳洲突然間加緊擴展軍備，甲中國頂個月甲所羅門群島所簽的安全條約有關係。這項條約講，若所羅門發生動亂，准中國派軍警到當地維持秩序，中國的軍艦也當停留補給。澳洲批評，這就敢若是准中國佇咧澳洲的北部建立軍事基地，驗過中國可能軍事擴張，並且指責其他國家佇咧製造驚嚇。公司新聞徐歡玲編輯。今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該向前咱做伙來看世界。為着要制裁俄羅斯佇烏克蘭的大屠殺，包括立陶宛在內波羅的海三個國家，攏宣布要將俄羅斯的領事館關起來，要將俄羅斯的大使趕出去。2022年，全世界好野人的排名，馬斯克排第1，這是贏過連續4檔上好野的亞馬遜的創辦人貝佐斯。啊，那咱台灣第1好野人是做 AI 頭家張崇燕。來看美國宣布上新的一波對台灣的軍售案，總金額是9500萬美金，嘛批准愛國者專案的人員來咱台灣進行技術協助。鏡頭轉來過來關心，為着要提升咱國軍的戰力，陸軍司令部向立法院報告，講要把美軍的戰鬥體適能訓練測驗摕來，互咱國軍操看賣。美國的訓練有較濟是咧練金馬這部分，啊，那咱台灣是咧訓練久長的體能，較濟是無啥共款的。運用骹腿甲核心肌群力量壓起槓片，這是有當訓練的動作硬行。這項訓練2019年美國宣布正式訂立陸軍戰鬥體適能監測。陸軍司令部隨意正式向立法院報告，將於今年開始試行美軍戰鬥體適能訓練，有希望取代國軍即馬會體到內有8項健身、甲3000公尺跑步3項體能要求。加入了硬舉這個動作的話，它可以增強國軍弟兄的一個下肢肌力的部分。我覺得對國軍弟兄來說，雖然辛苦，可是當然對身體是會比較好，然後也比較有幫助。美軍的體適能會當講是難度國家觀標準更較嚴，因為訓練也更加長面。像8項健身，都甲傳統的無共。採取體型8項健身，需要將雙手向外挺開，佮等到原本的8項健身姿態。另外，空中壓腿也是考驗。我要碰到我的。利用手骨後翹腰的力量，壓起腳頭虎，吸着後翹，都是以用無的。除了這3項，也閣有騎主力量等物件，有當拖搖衝刺，甲2英里的跑步等，陸戰部隊的標準也攏閣較懸。現任參謀組長陳寶儀擔任陸軍司令部期間，推動運動員戰術計劃，其實就是想要甲美軍同步，一直到2021年才積極推動。陸軍變成運動科學推廣中心的器材，即馬推行美軍戰鬥體適能訓練，陸軍希望會當提升戰力表現。不過，今次要推行到全軍種同款標準，也愛經過一番的驗證。記者綜合報道。
青心杯羽毛球锦标赛今年50周年，今年这届是由东京奥运羽毛球男子双打金牌李雄甲王泽林做选团大赛，而且嘛头一届副总统去现场参加开幕典礼。蔡总统开球了后，王泽林甲李勇伫总统面前各自搭配超过80回动者对战，就算经过几啊摆的比赛竞争，摕到东奥羽球男双金牌，两个人讲真紧张。这是第一次在总统面前打球，觉得相当紧张。因为奥运的时候其实人比较少的时候，那时候其实相对没那么紧张。青心杯办50届，头一摆有国家元首出席开幕，专门羽协理事长吴奇伦讲，以前想都唔敢想，要不过奥运了后，台湾羽球发展成绩，大家拢有看到。总统府一礼拜来就回复，总统出席收听。我们的奥运成绩带来了全民体育的热潮。不过，在总统致辞的时阵，二楼看台突然有民众大声话要တင်情。好，你澄清你给交给后面那位啊。意外插曲随着平息，开幕典礼顺利结束。专门羽协指出，去年受疫情影响停办，前几天本土疫情开始连环爆，也真紧张，不过决定如期办理。时间赛前吸引2500多位民众参与。不能运动的话，基本上也没有足够的免疫力去对抗这个病毒。除了下场打球以外的其他时间，就请所有的选手都戴上口罩。李友培参与全民羽球，后礼拜将参加全国团体赛。接落来5月初开始到国外比赛，7月初才回来台湾，为9月杭州亚运做准备。当然是希望可以为台湾夺牌，但是因为上一次我在雅加达亚运的时候，我自己很希望可以夺牌，但是给自己压力太大，所以表现也不是很好。那这一次的话，我希望就是可以一步一步来。另外，世界球后地主英提示结束10天检疫，伫埃及大文一直讲自由啊。根据 BWF 上新世界排名，地主英坐稳球后210礼拜，也毋过礼拜数积分领先日本的山口茜只有51分。5月的汤尤杯将会是球后保卫战。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疫情，咱台湾本土疫情爆发，即马台中有一家火啊，引起花莲佚佗，已经有4个人去围着。若彰化有2例是对身体关系平安夜出来病例。台南有一个喷萨克斯风的表演者嘛确诊，也毋过因为伊咧喷萨克斯风的时拢咧无挂喙安，所以社区即马嘛建设4个体检站。环保局的人员详细咧做消毒。范围包括交通站、超商、餐厅、影城、甲教会，还佫有保龄球馆等等。台中初五新增加5例本土病例，其中2个人是去花莲旅游的，暗号23768，伊的囡仔甲外一个使用人，拢是居家隔离的期间阴性转阳性。一家伙仔拢送5个人出去佚佗，已经有4个人确诊。那这个家庭一家5口到花莲去旅游，现在除了爸爸以外，妈妈、2个小孩，还有外籍看护都已经确诊了。彰化县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有2例是居家隔离的期间发病，另外2例是新德关西某一个营区的军人，因休困回乡 ，CT 值是13到18，因为同一个营区还佫有15个官兵，拢是搭回乡的专车登去彰化。卫生局研判，这个营区已经有群组感染的现象啊。新竹县的某一个营区在4月2号时候休假返乡，一个是昨天晚上通报，一个是今天早上通报，所以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营区有群聚。同款爱提高警觉的，还佫有台南毛豆的北县宫大公告讲暂停开放，因为外县市确诊的个案，一个喷萨克斯风的女乐手，3月26至4月初3的期间，有去北县宫等8个所在表演，相关行踪有定台的民众是超过9,000人。市府紧急伫毛豆、永康、关庙甲南区设体检站。他来台南表演了很多场，然后他又是本身就表演的时候必须把这个口罩拿下来，用力吹奏然后当然这个就风险高一些。市长黄伟德虽然甲这个个案的行踪有定他，不过快筛是阴性，接续嘛是要做10天的自我健康监测。台南虽然初5刚有新增加1个确诊，不过市府也是真尽心，宣布民众初6甲初7这2天，会当去台南37个卫生所领快筛试剂做采检，要来全面阻挡疫情爆发。记者综合报道。即阵本土疫情嘛相对下好去，若高中3年的学生囡仔，清明连假过后，要申请大学，爱传学习历程档案出去。总讲若是确诊，也是防隔离，要安怎？有学校即马是赶紧启动应变，将相关的设备送去学生的厝内，也是检疫所，或者学生会当准时交出去。
全面年假特别结束啊，学生要转去校园。新北市内各级的学校初5大消毒，确诊的刘道教练伊所教课的训练中心，迄间高中是一直停课到11。不过，这礼拜高三的学生就要传学习成果甲答案表现到平台，那确诊者伫检疫所，这是要安怎？我们就会请老师去追踪他小朋友有没有上传。现在我们要线上，部分同学可能没有准备好，比如说缺平板、缺电脑、缺信卡，那这些我们就会个案，学校就会送到他家去。校方表示，已经送设备予确诊或者是隔离当中的学生使用。那咧隔离的老师用即马有的教材来调整教学，虽然辛苦，毋过毋是大问题。台北市某一间高级爆发大规模的群聚，全校一直到4月12日才恢复上课。教务主任表示，大部分的学生应该伫年假之前就传资料啊，不过依然有真少数学生也未传。确实有听到有一个孩子，他有提到，就是说他有一部分的东西是在学校。那因为他们今年的不选择就是那个学习历程档案这个系统来上传他的那个学习档案的话，他其实也可以用就是过去就有的传统的 PDF 档案的资料去做上传。今年4期2专的个人申请，学生也会当对中央资料库交合适历程档案，也会当传 PDF 档案予科大来审查。主任讲，目前看起来影响是无大，不过4月底特别统测啊，高级的3年学生爱哪用资料，哪准备考试，又搁当着疫情来停课，有影是上头小。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咱台湾进前方讲是金蕉王国。那金蕉是有分品种的，种伫山脚叫山蕉。有人讲山蕉食起较 Q， 蔡乡亲来去南投集集来看郭子龙安怎甲集集山蕉的好品质找到回来。这么早套，到底原因在哪边？它可以预防那个黑心病跟那个花刺马的危害。日本时代着外销去到日本的集集山蕉，即马佫开始出口咯。农民靠着种金蕉的经验，改变种山蕉的方式，那用裸产的方式加强排水，而且采收也变方便，兼顾着管理甲品质。南投山蕉的部分就是种植的时间长，然后产量低，品质不高嘛。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就是一定要从整播整地，然后施大量的有机肥，然后水源要充足，就是那个喷水灌溉设施要把它配套做好。看到南投集集的地势甲自然环境，纯减量甲30多年的金蕉园接落来，那改变种植方式，也希望外销出去，甲好名声找到回来。种香蕉。高品质香蕉、山蕉的是最好的一个地点了。第一，它的气候，还有它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土壤条件都是非常适合种香蕉的。它种出来的香蕉有一个特殊的风味啊，我们的甜度甚至可以创纪录，达到25度。即马有镇公所等单位伫咧支持，成功找出种山蕉的上佳好方式，也期待有更较侪农民来加入，互山蕉的气味继续变出温，那会当伫台湾拼名声，也会当拼外销经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芳草兰是世界上第2贵的香料，而且规丛拢是宝。为着要增加芳草兰的利用价值，嘉东高农有学生即马是甲摕来做香水，带乡亲咱做伙来看。园区内底即款一丛一丛的植物是芳草兰，是世界排名第2贵的香料。国内对2019年开始，才有农民种芳草兰。嘉东高农经营科嘛对咧试种，不过去年高分的时期天气伤过热，大部分的果叶拢是空的，无结籽。没有想到说我们今年的香荚兰可以，就是会有这么多的空包蛋，跟我们预期其实是差很多的。那我们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就立刻去用我们想到的所有的方式去试试看，可以把它变成其他的产品。因为唔甘家己等3年煞无成果，嘛想要帮助农民减少损失。嘉东高农的学生想尽办法，要互空的果叶嘛有利用的价值。试真侪办法了后，发现会当个果叶结做露水，30公克的果叶就会当结出3公升的露水。这寡露水就会当摕来做香水等等的产品。果荚，我们经过蒸馏之后，把它形成一个香荚露的话，或许会是一个新的产品。因此，我们就开发出这个香荚露这个新产品出来。因为农民他们把空包不要的都把它丢掉，那我就想说可以帮助农民，那帮他们之后可以把这些空包蛋再拿去做利用。
不少因为天气影响收成的农民，知影嘉东高农正在研发新技术，拢甲工艺提供予学生研究。但这学激落水的技术，嘛，互种芳草兰的农民有一条新的销路。希望未来技术稳定了后，会当互相配合，建出一条完整的芳草兰产品供应链。记者综合报道。那屏东市农业大馆伫今年初有正式启用智慧农业学校，要推广农业科技。即嘛按算要办无人机处农药的专业课程，培养技术人才，协助农业发展。因应农村的人口愈来愈老化，农业劳动力也愈来愈少，用无人机除农药，若省人工也省时间，接受度渐渐提升。人口老化之下，你也不能希望说这样农产品就这样消失掉。那我觉得很适合发展自保无人机的这个产业，及时的去配合病虫害的发生的情况来提前预防。二来呢，能够精准施药，势必在农药使用上一定能够降低。屏东县府将停办的小学改做智慧农业学校，要来推动农业科技，鼓励少年辈回乡投入农业，也鼓励创业。县府也带着无人机除农药的趋势，伫咧园区内底规划南部头一个大型无人机的专业课场。按算5月要开办培训课程兼现场科教。所以我们预计在5月会开办第1期的人才培训，然后接续我们这边会安排第1次的考照。我们也期待就是说，在智慧农业学校能够透过这一种智慧型的科技应用，让我们在农业的一个发展里面能贡献一些心力。担任培训讲师的林占良表示，要用无人机除农药，除了爱会晓操作无人机以外，也得爱了解农药、病虫害等等的农业知识。目前全台湾合格除农药技师敢若160多人。林占良也希望会当带领后辈扩大这个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国，致使即马咱国内爬山活动是热扑扑，真侪人家己去爬雪山，嘛会去登记雪山的山厝山屋来过暝。也毋过有一寡民众注文着煞无到位。雪管处即马是表示，对这个月4月份开始要加强管理、加强稽查。总共有申请到的雪宝来，这民众会方停权停半冬至1冬。山友看到雪山咧落雪，拢真欢喜，赶紧将画面翕落来。清明连假前几天，受到冷气团的影响，高山落4月雪，真侪山友拢去爬热门的路线，嘛，互山屋的定位是愈歹申请。毋过嘛有山友去到山屋才发现，实际上也有袂少空位无人带。他会去抢，他会抱着我不一定抢得到，那我就去申请。那我申请到了以后。我再看我有没有时间。你如果说有提前讲，那还可以多几个伙伴来参与嘛？不一定是我们的伙伴，是多几个想要来的人。雪山山尾圣灵线是前往雪山主峰的热门登山步道，亲像369山庄甲七卡山庄，拢是真侪人攻顶进前会选择住的所在。嘛，因为这条路线较长，真侪山友拢会选择住2暝。毋过点开雪管处的申请网站，就算是平常时名额嘛剩无到10个，假日时隆重客满，候补人数上济，甚至超过800人。雪管处表示，会佮加强入园的查核。最重要还是要掌握各位山友的那一个行程，有时候真的是紧急灾害的时候，这一个人到底在哪里？有时候根本没有上山，但家属跟我们报案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他有没有上山。雪管处表示，以即届年假来讲，虽然申请的名额是拢抢了了，毋过实际上有大约40成的人取消行程。除了呼吁民众，若是无法度去，爱伫咧有约的日期进前5天取消。就算是当天才决定无要去，嘛爱通知。若无就要来停权半冬，袂当申请山屋，无改善就会停权1冬，维护其他山友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艋舺北溪寮因为正晚大场停，过去商业活动真加热，有地米、木材、民生物资、民生用品的买卖。为着要互囡仔会当了解地方的文史，北溪寮历史街区当年拢会举办拍通关的活动，互囡仔哪佚佗哪熟悉北溪寮。大人囡仔做伙办演点头家，演出当年北溪寮闹热买卖情景。
抑个即间日商理社是当年的商业理社，也就是番仔间。当年南北二路来放假做生意的生意人，大部分拢是大只。今也透过展览小解英国历史。咱保票每几年都会办理夏乐庆啊，那今年是晨曦夏乐庆，我们这边会举办很多亲子相关的活动，对，然后包含说然后就改用手机啊来做闯关的游戏啊，结合大家的喜欢这样子，因为现在就是年轻人就喜欢冒险嘛，那我们就设计了一些冒险的游戏。除了有冒险游戏、环境剧场的活动以外，因为放假有出名的青山宫游景，也特别邀请为民师傅，和民众体验台湾的传统文化。他之前对脸谱这个东西，他就还蛮有兴趣的。然后他有时候会自己在家里拿色笔，然后就自己乱涂。对，然后人体彩绘这种东西也蛮特别的，对，就让他体验看看。北皮寮历史街区，逐年拢会举办体验活动。今年也结合手机啊，和民众随时来拢通网络连线听导览。相关活动会办到4月24，要邀请民众做伙找找北皮寮的历史，体验放假人的生活。记者杨淑晴、曾派文台北报道。因为休困地减少，生存的环境受压迫。澳洲伫2月份的时已经宣布要把无尾熊列作濒临危险的物种，嘛要进一步来改变无尾熊的观光模式，减少甲人的接触，无必搁互游客去摸。希望会当改变观念，讲无尾熊是野生动物，需要保护，毋是古水防造成的动物。无尾熊食古水，爬伫咧树仔顶，藏伫咧树叶仔内面。若要看戏，也爱小找一个，因为无尾熊的生存环境长期受到栖地减少、疾病甲自然灾害等人为的原因，也有气候暖化影响，互澳洲的无尾熊伫咧过去3年减少了3成。伫野外只敢剩差不多32000只到57000只。专家讲，若无改善因的生存环境，到2050年，无尾熊可能就会绝种。相关机构就开始行动，第一步就是改变游客观光模式。So these koalas being wild, we don't touch or hold them. We limited our interactions. 澳洲的新南威尔斯州2020年9月，由当地无尾熊病院甲史蒂芬港议会合作，开1000万澳币，差不多代表2亿1000外万，设立专门的公园——史蒂芬港无尾熊保护区，互游客伫咧半野生的环境看无尾熊，甚至也可当住伫咧公园内面体验无尾熊的生活。会当了解无尾熊伫咧野生环境会遇到什么困难，安怎帮助因。这种做法，互游客了解无尾熊的生活习惯，无过再甲无尾熊当作是旅游翕相的道具，或者是铁佗物仔，也学会晓爱尊重并且保护因的生活空間。It's actually nice that we're not holding them. It's nicer for them just to be in the tree, yeah, because we didn't realise that they were as frightened of noise and people. 目前雪梨的塔隆加动物园也伫咧进行相关的教育观光，互游客看煞了后，伫咧日常生活中野外发现无尾熊，会当负责保护，并且甲无尾熊和平共处。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辑。联合国有提出上新的报告，显示各国准讲无赶紧减少排碳，安尼到这个世纪结束进前，地球的温度会压悬3度半。联合国秘书长嘛批评各国的政府甲一寡大企业是6月赶菜加有心，拢无咧遵守气候峰会的约束，虚情假意。去年8月森林大火，甲加州北部的林地规拢烧掉。澳洲是伫咧3月时阵落大雨做大水，这个极端天气拢甲气候变迁有关系。联合国政府气候变迁委员会 IPCC 8月上新的报告就警告气候变迁造成的威胁。If we continue acting as we are now, we're not even going to limit warming to 2 degrees, never mind 1.5 degrees. Emissions in the last decade were the highest they've ever been and have continued to increase. 报告内面讲，若是要做到巴黎气候峰会所达成的协议，伫这个世纪结束进前，将地球增加温度控制伫咧摄氏1.5度。那呢，全世界碳排伫2030年进前将会减少45%，不过怎么是无减少，颠倒增加。到这个世纪结束，总计会增加摄氏2.4度到3.5度之间。We are on a pathway to global warming of more than double the 1.5 degree limit agreed in Paris. Some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leaders are saying one thing but doing another. Simply put, they are lying.
全球暖化不但造成极端天气，造成毁灭性的灾难，也对自然生态造成影响。像鸟类，伫过去50年，美国、加拿大地区的鸟类数量减少要到30亿只。还有一项研究发现，鸟仔做寿的季节，甲19世纪末20世纪初比起来，提前1个月。It tells us that birds are tracking changes in climate,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been known in other groups of organisms. It's also been studied in birds in various places. But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document this across geographic scales because these are things that we need to understand as birds, for instance, change in their population numbers. 专家正伫咧研究气候变化甲鸟类做寿的时间提早，一个数量减少之间深受关联。目前已经知影气候变迁和全世界昆虫拄着生存的威胁。暖化愈严重，对生态影响愈大。公司新闻詹慧敏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日西半部较烧热，高温有30度，严格东半部会落地渐雨，而且愈晚雨水会愈高。若明仔载东北季风会小可增强，各地会转凉，冒雨水，严格真紧。伫拜五开始，天气阁会转做稳定温暖的天气啊。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5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至26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